教宗發表咗4旬期文告，多倫多總主教 Thomas Collins 被委任為書記。陳日君樞機要求全體天主教徒幫助中國教會。德蘭修女聖髑永久安奉於香港。4位綏遠教區神父近日獲釋。我係你嘅主持陳國棟。嚟緊嘅星期3係聖灰瞻禮日，亦係4旬期嘅開始。教宗喺4旬期文告裏邊特別叮囑我哋要彼此關懷、麗言行善。佢提醒教友，當代文化好似失去咗辨認善惡嘅意識，用尊重私人空間嚟做藉口，自私自利咁對弟兄姊妹漠不關心。教宗勉勵教友要認清善意糾正嘅重要性，對待兄弟姊妹要用一種愛同埋糾正嘅目光，分辨同埋寬恕嘅目光，等個人同埋團體一齊走上成聖嘅路。候任書記多倫多總主教 Thomas Collins， 佢感到十分榮幸被委任。佢認為呢個任命表示教廷賞識多倫多總主教嘅職務。聯同其他加拿大嘅書記、加拿大嘅教友可以睇到教廷係重視我哋嘅教會。佢會以一個16世紀嘅意大利書記 Saint Charles Borromeo 作榜樣去履行佢嘅職務。鹽雨光電視會喺東岸時間星期六凌晨3點30分直播作聖禮，同埋喺11點30分重播。陳日君樞機要求全體天主教徒幫助中國教會，特別係官方教會嘅主教走出模棱兩可嘅狀態，追隨教宗本篤16世嘅教導，否則中國教會就會瀕於裂教。陳樞機喺2月9號發表署名文章，回應教廷認可嘅聖愛智德團體邀請咗李蘇光蒙籍參加會議，同埋為佢做咗一個專訪。佢提到政府同公開教會冇誠懇咁接受教宗喺2007年寫俾中國嘅信。現時中國教會並唔係由主教領導，而係從屬於天主教以外嘅愛國會同埋宗教事務局。書記話好多時外國傳媒同埋團體渴望通過對話同埋交流嚟幫助中國教會，但係好多時都好心做咗壞事。因為絕大部分嘅主教，包括李門籍，都唔能夠自由咁樣表達佢哋嘅所思同埋所想。加上李蒙籍向嚟對政府嘅政策嚴重妥協。書記又話，近年教廷採取咗妥協嘅政策，唔單止政府嘅宗教政策仍然絲毫冇改變，反而令到地下嘅團體面臨住被折磨同埋氣餒而死嘅危險。但書記亦都慶幸教廷喺10年承德主教非法祝聖之後，重新返到去明確嘅路線路上。最後書記話，對中國教會有真正有益，並唔係安慰受壓迫嘅人，而係應該鼓勵佢哋擺脫現狀，同重新建立喺耶穌內真正嘅唯一、至聖、至公，從中途傳下來嘅教會。上星期，真福德蘭修女聖髑永久安奉喺香港各達爾聖堂之內。湯漢樞機喺講道嘅時候特別提到德蘭修女同埋真福若望保祿二世嘅共通點，佢哋兩位都係關懷中國教會。湯樞機喺彌撒裏邊特別請求兩位熱愛中國嘅真福為中梵重開對話代禱，以及祖國同胞能夠享有宗教自由，同埋同普世教會達至完美共融。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話，荃灣各達爾聖堂位於平民區，切合德蘭修女嘅神貧同埋關愛弱者嘅精神。而真福若望保祿二世嘅頭髮聖髑喺去年底已經永久安放喺主教座堂。據天雅社嘅跟進，上個禮拜喺內蒙古被帶走嘅6位綏遠教區神父，其中4位已經近日得到獲釋。消息人士話，呢一次同教會內部有不滿堂區神父調動有關。餘下嘅班占雄同埋馬牧民神父仍然下落不明。
各位，下個禮拜再會，拜拜。